后来国内第一例胃着武汉肺炎的是一个女大生，虽然已经出院，但是肺部有纤维化。结果这个消息伫咧网络顶一直疯传，是愈传愈离经。讲什么？这个病毒有24天的潜伏期，若是一直等甲嗽甲发烧的症头出现，拢上慢咯。迄个时阵，肺部拢已经有50%拢纤维化咯。佮讲什么？大力来竖气、禁气超过10秒者，就证明这个肺部无纤维化。医生讲，这拢是错误的谣言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原本应该是单性柔软的气刷出一个空，我都将空气输入肺部，运送到全身，致使死亡率大大提高。这就是肺部纤维化。头一个女大伤出院就被证实出伫肺部纤维化，致使网络文章一直转传，新型冠状病毒有0到24天的潜伏期，感染病毒了后无任何现象，一直到有一天发烧、咳嗽去病院检查，肺部通常已经拢50%的纤维化。那纤维化通常是疾病完之后，肺部就慢慢的纤维化，不是在初期可能是完全没有这种问题的，所以我想这是一种谣言啊。肺纤维化属于慢性造成，别个断定是武汉肺炎，也个错误检测方式，讲大大竖气，而且禁气超过10秒，若是无咳嗽、无感觉无爽快症状，证明肺部无纤维化。不过这嘛是错误的谣传。肺部纤维化也不是自己可以检查出来，那个都是要解剖才知道了哈。因为肺部发炎基本上就会有痰，好像肺炎一样，会有发烧，会有痰，白球会升高。肺炎就是像肺部发炎，就好像你皮肤发炎的话，会有红，会有肿。会有热痛，在肺部一样，它也会像一样，不能说红，但它绝对会充满了水啊，然后会也许通气就不好，所以这时候喘就会跑出来。肺部若有发炎的反应，通常拢会出现咳嗽、发烧、痰醉，袂讲完全无症状，就形容肺部纤维化。若是开始感觉这肺部呼吸袂顺，搁较应该去病院做检查，并不是听信谣言，错过真正发觉时机。